上個禮拜啲銀啊係33蚊一安士啊，咪33蚊一克啊，一個 gram 啊。黃金就犀利，1200幾成係嘛，成1300咁滯，1200幾最高峰，而家懟咗落嚟。好啦，咁你諗下啦，如果你係買實金買實金咧都仲好啲嚇，跌2成啫。買實銀就仆街啦，買實銀就跌咗1/3，即係你30幾蚊買嘢得翻21個幾係嘛？咁係咪跌咗12蚊咧？冇咗1/3咧？好啦，你如果係冇槓桿咧，都唔死得人。但係咧，炒金同銀咧係槓桿上嘅，一定好大槓桿嘅。咁樣跌法咧，據說咧即係上個禮拜啫，嗰2日啫，大量嘅水貝人咧要揾地方跳，搞到公安局咧封晒嗰個成個片區叫翠竹啊，嗰個片區叫翠竹區，全部咧係天台要上鎖，唔俾人上去，知道太危險咧，又跳咗好多個落嚟咧。